欢迎收看客家名路学院。我是今晡日嘅主持人，我到佳佳李家。喺今晡日嘅课程當中呢，我向下嚟講一下乜嘅主題呢？看我呀一生中盼吼，冇錯，我講一下我非常強烈嘅傳統音樂，按到客家八音。講到客家八音，唔知大家會想到乜嘅呢？其實客家八音呢，喺客家音樂當中係非常有代表性嘅樂種哦。現在呢，佢係傳統嘅樂器，不過隨着時間嘅變化，佢嘅功能更來更多。但是呢，原本佢其實係用節拍，也係戲詩、拍攝當中會看到嘅音樂。後面呢，用舞蹈嘅方式來看到客家八音無腔用嘅變化，你看得到哇！冇想到客家八音呢，有當到多元性嘅素材，韓國佢嘅曲調、曲目咪更來更多，樂器嘅種類咪多元化。後面呢咪加入嚟將戲曲嘅唱腔，大家唱聽到嘅山歌、小調，也條嘅音樂種類，都做得呢看得到、聽得到。韓國客家八音喺台灣嘅發展，喺北部、南部又有無腔用嘅展現老特色咯。就像你嘅四音腔有北四音腔，然南四音腔嘅感覺概念強用。故就今晡日呢，因為呢邀請到嘅音樂學者吳榮順教授，帶領大家向下嚟認識到嘅客家八音，將有客家文化嘅內涵嘅音樂，喺今晡日嘅課程當中，大家呢聽嘅來認識嘅客家八音到底係乜嘅東西呢？韓國大家對簡單到困難，聽嘅來了解到客家八音嘅知識。透過欣賞嘅帶領，你呢咪將記憶當中嘅客家八音嘅樂曲重新來認識。大家記憶當中嘅客家八音係乜嘅呢？大家呢咪做得用無腔用嘅角度來看下客家八音嘅多元性、多樣化。韓國咪去看下做得呢啲當中來尋到嘅族群嘅認同。第實踐無形文化嘅遺產，咪做得向下來保存，向下來傳承發展。吳榮順教授為帶來一連串精彩嘅課程。本課程呢分做4個主題。一開始呢，先來認識一下生活當中嘅客家八音，祭拜韓國戲詩老拍攝嘅理想。開始來講起。一條嘅理想呢，主要係本大家知曉講，喺乜嘅場合當中，你會看到嘅客家八音呢？韓國演出嘅客家八音係兩版來傳承嘅。接下來呢，第二個主題，客家八音嘅發展，韓國兩下嘅狀況，你呢會帶領大家來認識乜嘅按到客家八音。韓國南部嘅客家八音，然後北部嘅客家八音有哪條嘅差別呢？還有老大家講一下，佢呢嘅發展嘅歷史，到底有哪條重要嘅地位？俾老大家詳細來講，幾條嘅背景，韓國兩下嘅狀況，條擺嘅歷史，客家八音哪一條嘅無腔用，都會老大家向下來講一下哦。接下來呢，進入到第3個主題，客家八音嘅藝術。我老大家講，客家八音嘅樂器、編制、韓國曲調，來深入了解到客家八音，因為無腔用嘅樂器，也係無腔用嘅元素嘅樂器嘅編排，到底有哪條無腔用嘅素材呢？也條嘅小記，就會老大家聽嘅來講。課程嘅最面呢，你會針對客家八音嘅保存韓國傳承，你呢做得用哪條嘅方法來面對兩下也文化繼續保存韓國傳承下去嘅方法呢？其實呢，也就係精密課程伊嘅最面嘅總結，我老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準備好些忙啊！本日呢就共下來入到客家八音嘅世界，共下來認識到人嘅客家八音咯。